任何事情都是正反面一定有的，所以年轻的时候会跌倒最好，跌倒再站起来就是人生的过程，你才会成长。所谓的小吃就是一定要店家自己做，然后用手工的，然后真材实料的去做。你要是真材实料做出来，相信客人都会来支持你。你刚才在拍我的脸吧？标榜无刺，就表示没有半根刺。一般的商店都说无刺，其实是还有刺。25年的客人，跟我说，老板，我今天吃到一小小根的鱼刺，跟你报告，25年来第一次有人讲。其实我觉得做料理就像做人一样啊，当你很认真做一道菜，然后呈现出去的时候，那如果你把这盘菜做得非常好吃，又弄得非常漂亮，那就代表你的人格是很完美的。那如果这道菜弄得这样乱七八糟，我觉得就好像人格上好像有点缺陷。所以我觉得菜就像做人一样，用这个方式去看待它。春意水讲人言，强则调重现。春分过去，清明到，好梅爱哭谷一天。日下小满黄下仙，梦中泪已风素年。时歌清甜，梦里望。太初本年苦渐渐，日秋处处添归燕，年年迎团圆。日冬小雪18年，四季轮回又一年。台北亚岛毕业，伊係台灣嘅首都，近代則係政治同經濟嘅中心，韓國係所有世界遺產文化嘅集中體哦。韓國台北嘅發展就係啲時期嘅文化開始嘅，你下你就嚟台北嘅時期嚟去看哦，嚟哩。今日按到văn化係頭擺台北上嘅年頭，啲時期嘅艋舺一直遊動到百年嘅老店嘅，一個古蹟咪係沿圈都有名。後來因為艋舺港變遷呢，商貿中心將使到兩下嘅大舞台。不過高度嘅商業發展帶來嘅直接就係對企業文化嘅衝擊。故實對艋舺來講，一個講緊無鐵嘅。其實每因為經濟勢力，本兩邊嘅文化得到嘅完整嘅保留，其中龍山寺係佔有代表性嘅哦。龍山寺亞頭邊啊，唔單止係在地人嘅信用中心，你係一個觀光勝地，看到亞頭邊有當到外國人都亞頭邊來。那我一個啊，大家可能有看到，最多有個木岩亞頭，這些叫做過年的剪年跟交指頭，都台灣亞頭邊算係一種傳統嘅工藝，而且啊，也係已經強強要失傳嘅，因為也係冇後生人要做，冇人做得接下來。故說啊，龍山寺亞頭邊大家看到嘅。這些全部就係清珍貴嘅寶貝，做得講係台灣同難得嘅歷史嘅遺產。無論係強調當獨有嘅雕刻，也係廟票面前拍比模嘅銅珠盤料，龍山寺做得講係東方世界嘅藝術瑰寶。香嘅煙衝頂上，思維到天山，東方嘅香火，每本廟順行都見還保留到嘅神佛智慧哦。你下來到嘅咩？就係一個有100年歷史嘅嗰度搶草街，有100多年嘅歷史嘅，每一條草藥，大家一下
顺风也就看到全部都是青草药，因为头摆人啊，迄讲真见身体唔爽快噶哈，就会自家对嗰种草药地度啊去偷嗰度，做的对自家身体有治疗功效的那些药草。所以啊，这个有100年历史的青草街啊，做的讲是一个智慧的集中地。老板娘你好，哎，你好，哎，哇，大姐好漂亮哦。哎，哪里？谢谢。你好哇，我好像你怎样？这边看到好多都是在卖草药，而且听说这边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，这青草街。啊，有，像我们这一间哈，就祖传下来，我是第3代了。哇，阿嬷是超100多年前就有。真的，而且啊，来唐贡，因为隔壁就是龙山寺嘛，观光胜地、信仰中心。对。听说啊，以前就是他们会抽那个药签，是不是？对，然后会来就配药那些吗？对，就是来我们这边最近的地方，就直接买草药回去熬煮。啊，有人的地方都会生病，啊，他就直接来买草药，他们都回去煎熬煮煎喝就好了。所以我现在眼前看到都是药材就对了。对，都是药材。哦，你看你西医看医生看不好，就可以找一些比较天然的东西。那我偷偷问你，那像我们要常用到喉咙啊，要怎么顾喉咙？就喝一些那个清肺的啊，保护喉咙、上呼吸道的青草茶。你看我现在随便青菜供一个针头有没有？大姐都有办法开给我一个药方。老药房韩国新时代，自从之年受到从事嘅根本业，啲坚强都系药嘅老行嘅地度，坚持也到老药房来对抗成分唔清楚嘅神奇新药，天然嘅清好。也都讲医院嘅药嘅，切推冇也到嘢嘅强臭香哦。龙山寺也到毕啊，蔡片洲万达也到毕信用中心过后，顺丰也到店妹妹天天闹热起来诶。韩国话台湾第一个观光夜市嘅处都有哦，法西街，你看我来你看呐。法西街，台湾第一个观光夜市诶。全國大年嘅紅色景點牌樓，老時候嘅各種攤嘅規律嘅分野，韓國mange嘅企業特色美食，攞得外來大餅嘅家鄉味，未湊出嘅法西街，係規模嘅小食文化哦。小哥，大哥，走，按坐。嗱，家下呢度家下呀。规个网友店开就2、3年开诶，这么按做啊？就习惯了啦。因为虱目鱼以前就是台南地方是当早餐的。哦，那你现在让他当你几多点红啊4点。4点就红起来，按照红起来做嘛该嘞？以前更早，真的？以前要2点半。到中央市场去批货，现在是直接从台南处理了一半成品，因为台南来，他不可能全部给你挑得很干净。我标榜是无刺嘛，无刺就表示没有半根刺。一般的商店都说无刺，其实是还有刺，还有一些优的都低度这样子。对，而且人家跟马萨巴基一样的套装还挺好的呀，都是在手工嘛。後上岸睇過，沒有啲客家人，意思可以30多年嘅店咩？睇過是喺法西街地度第一間馬薩巴嘅專賣店哦，店度嘅5度蚵嘅湯，老唔頭，還有本地生人唔養眼走來一道味色嘅馬薩巴甜飯，都係好睇過清香嘅。燙差不多7、8分熟，順便要檢查看有沒有刺。看这边旁边有没有刺，你看还有一条刺，就要把它处理掉。这还有一条刺，这个没有刺的 OK 啊，安全啊，把它拿掉了。就给它红烧。这边很多料，有日本酱油，有日本酱油，还有什么？有辣椒，这个不能煮太熟哦。一般我会给客人切这样子，它比较好用。这是鳗鱼饭的，我就加点香菜，加点姜汁，
就 OK 啊。哇，头家讲亚三烘啊，就是来到亚岛边一定要吃的必点，对不对？对对，亚给黑很多马萨巴的盖饭是不是？对。看起来当像人家食个鳗呢，卤鳗的饭吼，还看起来当上颜色的，而且人家拄好迄5度的部分，吃咱下去就当嫩的耶。来了吃看哪以后哦。有点微辣。上杯啊个马萨巴一下嘛到一嘴肚，一下就融开来耶。对。因为拄好也迄5度的部分，上杯一层它是它的油脂。油脂。哦。就配这个饭哈，很好吃。你刚刚都给肉，刚刚说这个有特别调制的酱料，而且它以为小米某朋友溜溜的追米在一些蓝米，一点点辣，一点点微辣了，一般人可以接受。而且真紧超紧润呢，你吃到老底啊，不会吃到自己像吃鱼肉哎，像是在吃一层鱼油这样子，对，好好吃哦。你的独门酱料真紧浓贴片的嘛，是够按钮，又不会跳行。对。听说啊，东东日本人他都要到毕业请来是哦。很多日本，还有上海、天津，还有香港、新加坡，为了这个盖饭来的。老五头嘅陈年糯米係泰國上到真新人嘅專有秘方。不過除咗5度乾飯，按用當有嘅功夫菜，泰國嘅點度還係保有傳統潮南嘅馬薩巴族，迎合各人好食各人嘅美食。講到泰國嘅配件，故事美老家嘅料理腔樣層次都豐富哦。这个我就真的不会吃了，你知道吗？它是鱼头，可是俺大白猪唔要用的是要给5条的部分。鱼头哈，你吃鱼头一定要用吸的。用吸的。对，你不能用咬吞的。一定会吃到。一般哈，我们吃都先吃这个腮这边，把这个吃两边的腮。胶质哎。这个腮很好吃。真的，这一片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很好吃。泰哥，你刚刚都要有一个你的私房菜，4个料理黑马盖啊。是小粒包活包去卤的这个小粒包，加冰糖加麦芽，我切你试看看。对，这个时候它因为它刚泡起来，它很软很嫩，不会硬。对，这个是原味活包做的，不是罐头，也不是真空的。这一片可以吃吗？可以，很好吃，养颜美容哦。养颜美容，这个我最爱。对，哦，这边吃完还吃这个下巴。下巴。它那打开来里面也是处理的很干净哎。你说这边吗？对，这下。这怎么吃啊？用吸的。用吸的。啊，那味道不错哈。而且它吃起来口感不一样啊。不一样。这样跟5条咖哈，因为它是用吸的。对。故送呢，青州的色出大哥那个独门酱料的味道，很入味的老卤汁的味道。对。故送你们胆枪懂会做牛马萨巴料理，对那种肉米你很有研究哎。以前老天路啊，那最早的那一批师傅是我跟同期的。你一开始就会做事嘞吗？以前我是公务人员。哈。因为薪水比较低嘛。为了要生存嘛，因为我们是异地来的。系啊，而且办法要倒闭啊，头摆没卡到嗰种好多年会卡到，因为客家人都要倒闭了，应该冇按好请到一个露天当警的防范。就比较会隐藏身份啦，为了要生存嘛，因为这边都是闽南人地区嘛，那你怎么做？必须要融入这个地方，融入它那个环境和它的风俗，你才能生存。生存係本難，生活就係一種藝術。泰國用一碗冇用過嘅馬薩巴乾飯，打入嚟好多年嘅生活圈，未得到嘅當到外國朋友嘅中意。講到落天當見，可能大家嘅生活，市場都唔係一件愛發怒嘅事情。
哇，你看呀，规条的法时间啊，暗藏暗沉。迄个啊，夜到尾的全部都係用10種嘅各種台灣無溝用地方，清好色的小食全部都夜到尾的。迄個啊，夜到尾的是一個武林的話哦，這裡絕對是一個臥虎藏龍的地方。剛剛嘅馬沙巴已經按強誒，殺過來啊！你要離開一個溝用係做得開起數字講東山道嘅一個日本料理，到底有幾好食的呢？你來去看下哦，聽我講。来，请坐，来，请坐。你好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哇，韩国牙岛业做这个日本料理啊，是非常的有名，而且啊很厉害，会吃的饕客才知道的。对，因为我们这个都是熟客在吃的，跟一般外客不一样。这个都是有点中上年纪的人在吃，年轻人比较吃不出来。那中上年纪的话，吃的感觉就不一样，是因为这个是纯手工做的。对，你刚才讲到关东煮啊，我就是看到远远就看到这一锅，真的好吸引人，懂想你呢。真的还假的？对啊，谢谢了。可是关东煮是可以让它一直煮一直煮，对，它真材实料才可以一直煮。那如果没真材实料的话，就没办法。一煮的话，马上就破功了，因为它不加粉的，它是全旗鱼浆跟比奇。俗语叫杯旗，对，哪怕叫马旗。对。那这个汤头呢？它是柴鱼海带的汤，一直去熬的。哇！对。講到呢間典法時節，韓國嘅一家子嘅台式日本料理店，切推出係市台北清好嘅名食咧。韓國店都真有名嘅，就係年前也一幕用起魚醬做嘅日本式關東煮，甜甜小氣散開來嘅魚醬香味。菜天人都係按樣講嘅，唔識唔出無信來個法時節了。泰哥，你刚刚都要有一个你的私房菜死狗料理黑马改是小粒包，活包去卤的这个小粒包，加冰糖加麦芽。卤的完牛已经变成黑金的颜色了，因为它会加麦芽，它看起来会比较亮。小粒包哎，替派汤头。它的粒包这个动作能拿起来，对不对？哦。然后这个有嘴巴。嘴巴。这个要拿起来。嘴巴哦。嘴巴跟食道这个东西要拿起来。哎，我第一次吃到。整个给你吃还是？对，这个时候它因为它在刚泡起来，它很软很嫩，不会硬。对，这个是原味活包做的，不是罐头，也不是真空的。阿美，好好吃哦！看它超级 Q 彈的。对，它品質不一樣，它是冰糖麥芽。而且你這個滷汁也太厲害了吧！對，它是很自然的東西，不是。本名黃明賢嘅王哥，係呢間素食店第二台嘅店主，上上嘅阿爸嘅孫兒。佢堅持台式日本料理，就聽說要保有日本嘅做法，台灣嘅美食。每就因為要堅持，細細嘅攤呢，來嘅啥都係地式嘅人客哦。那個口感就不一樣嘛，它是很強調很自然的東西。而且是那個尼基利啊，它重要，它的裡面的那個醋飯很重要，你的醋飯好好吃哦。對。而且你跟魚的油脂很豐厚。對，因為這個是原味做法，跟一種炙燒的做法不一樣。最特別的是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就是尼基利上面那個醬料，這醬料應該是你自己調的。對，它這個是我物盡其用，用鮑魚汁加下去熬的。那像吃這個豆皮的話，也是要一小片薑。有嘛？那該不會也要一口吃下去吧？對，這個要怎麼吃？你要看我吃，你就會感覺很舒服。這個正統是要用你的手，五指下山，就這樣很豪邁的吃法。太大口了吧？不行啦！那你就小口。我是淑女哎。他很餓，你先吞，然後我先跟大家講口感好了。它是肉皮勾黑啊。它这个豆皮有没有？一般是个挑夫皮啊，它很重要的是，要肉都有黏咪。这个是用怎么卤的？它是用白糖的下去卤，然后加金兰酱油跟原生酱油下去卤，要卤4个小时，泡10个小时。那为什么要卤这么久呢？你一直卤的话，味道吃不进去，你一定要泡。任何东西一定要泡的感觉，让它很自然的会慢慢的吸进去，所以泡要10个小时。浸10點鐘。對，10個小時，那味道才會吃。王哥講，這個料理輕強嘅就係用時間來溫柔照顧嘅心意。故說無論係用師傅天天嘅煲20點鐘嘅烏龍皮咧，也係溫嘅4點鐘嘅細粒包，也係貴薄嘅竹輪、福腿、玻璃菜件，樣樣都係親手做嘅。
安样嘅坚持，老家爸有动态嘅关系。太公，你刚刚讲到爸爸留给你这个精神，都带很有的精对，神。不能摸鱼，然后做事要有始有终，然后尽量把它做好，这是基本的原则。要白也要乌的，歹势，白一地好，好歹势，你等一下。大哥，很重要给你的这个日本料理店呢，一直支持你海的动力到底是什么？哦，以前在万华市这一带是最热闹的，那后来因为慢慢的式微了，人潮就往别的地方去了，所以真的差很多。那以前老一辈的人走了，也剩下没多少人了。那现在年轻人都往东西去了。那你会觉得自己心里也没落吗？对啊，暗淡吗？你心里不会了，就随性啦。因为既然是事实的东西，我们要生存，我们要去调市场，所以才会成长嘛，对不对？很现实的东西自己要调试好，对不对？马赛地点过背开嘛，是过做起啦，这个是人生的过程嘛。那系讲家爸留本王国嘅数年，但是系知道佢行较强嘅一种想法。佢讲家爸留本记嘅是有三则事，不能摸，理念简单，意思深刻。王国对呀三则事嘅解释系：做事做唔得慢，做工做唔得精彩，最重要嘅就系对老主顾嘅心意，永远做唔得少。巴西嘅地图样样都精彩。不公共嘅夜市节，过来的是那个一出南菜北菜嘅料理。南台湾嘅黄山炒面，天天上北大饼嘅台南老祖公，西到嘅西台北。有一种讲法係，黃山嘅前身節較青，中昂較嫩，米節較耐熬，口感就像人參。你可以啊，这样炒啊，后呀给三五不管是炒的啊，还是加面来的，有没有看到它上面一层光那种晶晶亮亮的？你们在炒的时候一定要让它炒到上色吗？一定的啊，一定的啊。都会懂注意，加个火候啊，炒的功夫，逻辑都会劈掉，对不对？那客家话讲啊。这起来加个三啊，懂省啊，就是很弹牙的。对。而且我发现呢，这个口味啊，它不是像我一般吃的偏甜呢。你这个不会耶，没有那么甜。对啊，一定的，因为就是试着让慢慢看客人的反应，然后试着慢慢去做些微的调整。毕竟也传了3代，所以有一直做调整味道就对了。对。从第一代是谁开始做的？第一代是我爷爷。然后他是在南部，在那个朝天宫的旁边那边，云林北港镇。哦，云林给导边啊。对。高中嘛，省委都台北，都在华西街这边。因为他那边算是比较乡下地方，然后就是他的人潮就固定，就是3月的时候，就是农历3月的时候那一整个月，然后其他时间就是平平淡淡的这样子，然后又想说上来台北看看，打拼看看，找一个机会。对。你知道为什么会选择在华西街台北华西街亚导面吗？因为怎么样？因为这边就刚好有故乡的人在这边做，然后做了不做完就上来这边玩，然后看看这样子。不说亚导毕业，大部分都是外地人喽。大概8、9成吧。8、9成都是。对。然后因为周省你也管黑，就在这边落地生根了，这样，然后一直传到下一代来。是。食不停地研究，理料當然，料理就有會合適素材嘅改變，但見亦係困難，思考就要做到，變老唔變，直接就決定也要做得當然結成咩。經過3推年哦，最害怕的就是味道改變，然後客人走掉。你去哪會寫完有問題嗎？會擔心嗎？會啊，一定的，一定的。說真的，到我接的時候，真的會有一些客人真的有跑掉。其實味道沒有變，可是就是人的心態就是看不一樣人潮，然後他們就認定說那個味道肯定不一樣。對啊。咁你用嘅克服啊，有嘅困難咧？就是一樣啊，因為怎麼講也沒有用，然後就慢慢的去做，然後他們久而久之去碰到去嘗試過，然後他們就自然會覺得說，其實味道一樣，只是人不一樣。其實我有聽說，就是年輕人加入的時候，吃年味有去改變創意自己的想法。其實你有想做一些改變，對不對？些微的改變啊，最基本就跟客人的應對這樣子而已，然後其他的炒的方式是絕對不能改變的。對啊。
而且太公，我刚刚看人家的话，在那边前面煮菜的时候，为什么不用懂得苏内内在那边一圈一圈是什么啊？做记号啦，就是看客人坐哪一桌。比方说，假如客人坐在第一桌的话，就是摆一个大的橡皮筋跟一个小的橡皮筋，这样代表说他这个客人坐在一桌。一至一桌。对对是。那一至二桌呢？一至二桌就一个大的橡皮筋，然后2个小的橡皮筋。可是有一些像我，如果自己去搞垃圾的吧，别人跟我一起做怎么办？啊，就是要靠你的记忆力啊，看你的那个印象啊，说看哪一个先来。也曾经有想要试一下别的方式，比如说抽号码牌啊等等这一些，然后就是上一辈的人都认为说这样子好像有点招摇。对啊，这样感觉像做。因港台时为了颜料范欣赏，下个熊年时节是有一团同好的主角，结果日用之间。万境交集，一杯国茶难免种种。没错係講大挑人生，老實做聲，同樣做得意思一碗傳統嘅黃山面來老實。哇！泰國老闆又到一個慶安宮，然後孝義路的路口應該都有。可是你有沒有發現，林天公會從2點天一大片這麼暗鬧熱了，外面大家都已經睡覺，可是一大片你看，好像是黃昏市場一樣哎。前輩，老闆娘，我這裡遠遠就聞到你這邊賣的早餐好香哦。你在這裡賣幾年啦？20幾年，20幾年了。那我們要點一個招牌吧。好，招牌是哪一個口味？都是招牌，這都是招牌。走後一起。走後一起。前輩，來到呀！嘿，蘇大哥。哎，早。蘇金生態局屏東潮州客家人對自家學到拜師，學正統日本料理會有20年嘞。泰國講，這下已經變做世界第500以上嘅佛式料理，其實運動都種哦。其中一個口名作子嘅壽司，年紀裡一個要求清多。另外，食材當然咪係年紀裡好唔好嘅關鍵。泰國老外講，除睇日本進口，幾農卡美當嘅本港唔係，咪係紀念托食材嘅素材。帶定朝聖嘅心情，就聽聽蘇泰國向下來去拜訪北台灣天傑。哇，這裡也太神奇了吧！你會按都你都掉。對啊，這邊好熱鬧哦。這邊都這樣子啊，平常2點多大家都聚集在這裡。對，而且啊，你說前面喊過了，大家就好多那魚貨，從外面就開始卸貨到進來。這邊好多人，所以來這裡買魚貨的人都是賣魚的魚販，不是像我們這樣自己一個人的這種。對，大部分是這樣子啦。哇，而且給他的賣全部是很大量的耶。對啊。大哥，你在幹嘛？他怎麼會在碎碎念那邊什麼海吉巴那什麼東西？其實它就是有我們叫做跳球啊。那這是什麼？它其實它就有點像房仲的感覺，它就是介於我們要買魚跟賣魚的人的中間，然後獲取雙方最好的那個獲利的一個，那所以它的位置很重要。那他跟這些人的互動，你看有時候他們講話的方式，都很可愛。對啊，而且他怎麼知道誰要買啊？那有時候有些大家都很安靜，然後他就一直叫這樣子。對啊，其實因為他們熟了以後，有些熟客人或者是老客戶，他們可能會有一些特殊的動作，比如說摸鼻子啊、摸帽子。真假的？對，或是眨一下眼睛，就知道他要不要。所以我就是不能亂動就對了。哎，對，你如果亂講話，可能。挑數，卡美當唔係成立建築嘅條件嘢。簡單講，卡美當嘅國泰唔好。佢也都是喺賣老賣中間嘅共性推賣單位。另外，挑數就係國泰銀行自成嘅生意人呢。泰國講，佢也都嘅業務就係聽錯愛本賣嘅人有錢好賺，賣嘅人要讓到便宜嘅歡喜。
故說好嘅跳數唔但唱做得本買賣送養，有得會落腳師，甚至於做得影響卡美堂嘅火行情哦。OK， 今日這煎魚幾斤我這？一斤40塊。那明珠，你看，今天這些魚都很漂亮，你看它的眼睛啊，跟它的肉質，好硬哦。這個非常新鮮，今天這個是拿來做握壽司，非常好。老闆，你看是今天是1斤40哦，所以每一天的價錢不一樣。都不一樣。那今天算是比較高還是比較低啊？算比較低。比較低，為什麼？比較多魚。那我們可以稱稱看嗎？那你要幾條？先拿一條，好，6斤半。6斤半，好，沒問題。1929年開始，基隆人連沙的卡美達成立了5間5號，過後經過會有100年的演進，今本年的卡美達已經變做係北台灣清泰的5號交易市場。將林天講的14點的時節，一到尾做出係人千人萬，步步險險的販賣聲當中。兩位咪展現呢清真式嘅台灣精神生命力。大哥，那怎麼辦？我們今天只有買到1條煎魚。沒關係啊，不用擔心啊，因為我們剛剛在挑魚的時候，我看今天天氣不是很好，所以馬上就跟我們的大盤商跟他講說，幫我找那個我們要的那個加納跟長尾鳥。哦，所以還可以，如果沒有來的話，可以再跟另外一盤的人來叫。對對對，因為他們對這邊很熟悉，他可以馬上幫我們再去找我們的資源。對對對，那我們還加上還有一些日本進來的食材，所以才可以維持正常店的運作。哇，那這樣就不會被受到影響，就對了。對對，就是盡量想辦法去做調整。對。那我們現在呢？那現在我們在回家之前，我一定要帶來這家吃一下。每次買完魚，我們都一定來這邊吃。好香哦！對啊，因為它比較特別，它是用炭火烤。老闆娘，我這裡遠遠就聞到這邊賣的早餐好香哦！你在這裡賣幾年啦？20幾年了。20幾年了，而且聽說魚販他們一定要過來這裡吃早餐才有體力哦。對啊，還有宵夜也有啊。真的，賣到幾點啊？早上6點。早上6點，哦，辛苦哎。那我們要點一個招牌嗎？大哥，你要吃什麼？我要豬排三明治。我也要豬排，加蛋，2份。哎，它真的好酷哦！老闆娘那邊是煎蛋是不是？對。哇，你直接用手哎，不會燙嗎？不會燙啊，看在錢的面子上不會燙。是不是這樣？真的，你看，你直接用手都可以煸哎，是我不敢。而且它像吐司啊，溜溜會老給齁一下，你看它現在已經變色了哦。哇，好香哦！我要來試試看了。大哥，你常吃嗎？你每次來都會吃？每次來都會吃。好，大口咬下去哦。真的，太好吃了吧！那外面这个吐司的酥脆，配上它里面整个特调酱料，这是100分的。而且那个刚才进来到现在啊，那个每一家我本来还睡眼惺忪的，就被它的那种活力跟生命力完全被他们振奋起来耶。当然了。特别都跟迪路那个卖鱼给手菜啊，哇塞，每个人都好像是大白天一样，超级有精神的。你有讲嘞，台湾最草根也是最在地的精神，可是啊，就生命力最旺盛的这样地方这样子。因为跟他们热情所感染。真的，而且啊，我在台灣生長20幾年，從來冇食看過案呢。我第一次看到哎。早晨2、3點嘅光景，基隆卡美淡嘅5方交易，早就已經鬧熱漸漸咧。櫃台權當做好嘅人，啥冇看起來獨特嘅樣誒。所有嘅事鬼人命都係為了生活。一群安分嘅人，咪都係台灣清美好嘅安天日頭。那個家老一早晨買咗魚啊，你餅好食過後，接下來你做得先做嘛？該咧？我現在要先從那個洗米開始教你。洗米開始教我？
哇，可以了，泰狗，真你要把我基本功全部教给我，我很想学，因为日本料理饭后我们后是茶东豆哦。对，因为日本料理的米最重要，所以我要先从最基本的米的洗涤、跟米的重量、跟米的浸泡的时间开始一一教你。哇，泰公啊，底下细米加重的用青菜捞给拉拉，而且看你这姿势是这样子，有一定的它的步骤，这样子回过来耶。对，没错，不要慢慢的这样子洗，慢慢的淘洗，千万是不能这样子搓揉，这么的搓揉也会破坏到它的米粒，营养会流失掉，所以非常要小心。你看泰狗都会细米加它按油按强油，天天的这么的捞给上海豆，就从捞给新年洗成这样，它一粒米饭都不能把它伤到。哎，那你上面这个滤网是有什么功能吗？那因为我们在洗涤过程中，米除了虽然很小心，但是还是会有小的米，那它会自然的由这个滤网中滴落再下去，那是来帮我们筛选。因为寿司饭里面很讲究的，就是说每个米粒的大小要一模一样。对，没错。还有什么关键吗？第一要有耐心。耐心。对。所谓的耐心就是说，我们除了轻柔的洗涤以外，然后洗到米的水慢慢透彻以后，那我们还要静置15分钟。静置15分钟以后，再开始煮米。那煮饭的时候，等电锅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要再静置1个小时，让它的水分完全让那个米粒吸收，这样的米才会更好吃，做寿司饭才会更适合。可以真挺有懂有耐心没？你看前面洗好米要等15分钟，煮后这还要等1个小时。对，所以说光是等待时间都拉很长了。对，所以说煮饭最重要的就是除了耐心。洗好嘅米，大約夠浸15分鐘過後，瀝走。煮熟稀飯嘅時節，米撈水嘅比例係5:4，水分較少，飯就做得有粒粒分明嘅口感哦。泰國老外講，椰奶糊合適用配嘅，因為佢較會快鐵，故所而趕佢和遲遲嘅時節夾落料理。合適用夾嘅貝腦，撈都市嘅蔬菜，貝腦米是較淡，較有咬勁，都市嘅油脂較豐富，各有各嘅特色。我 Q 用嘅的啊，是不是要用不一樣的刀子來處理？每種的部位用不同的刀來處理會比較好。每一種部位要用不同的刀子哦，而且啊，你看幾條的跟它一條的做了，現在把它取用下來，這個背部跟腹部的地方，最後面只剩下這樣一小塊而已耶。其他都是比較不能使用，或者是味道比較腥的地方。剛按鈕你切呢一撩下來，接下來下一個動作呢？接下來動作我就要教你怎麼炙燒。怎麼炙燒的？對對對。哇，你看它外面就這樣子變成金黃色嘞！哇，按多重哦！基本上應該每天都有20種。看來是一個干貝的部分，你看東本的干貝有很肥美這樣。就是要看经验，要用大火下去烤，才会瞬间把那个鱼的油脂逼出来，然后封锁在鱼的肉体里面，这样香味才会保存住，才会好吃。哦，所以总共要多久时间？这个了不起，大概20秒。20秒，那也差不多了吧？对啊，那我们现在要冰镇它。马上要冰镇？对。为什么要捞给冰啊？因为冰镇它，因为现在刚大火烤过，它的温度还锁在那个鱼肉上面。所以我们要把它冰镇下来，让它温度保持在鱼皮外面，这样子它里面的味道才越来越好。可是大哥，这个要确定有没有 OK， 是不是要试吃一下？当然可以啊，等下我切给你。你也要试吃看有没有 OK 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好油哦！这一块就可以吃了吗？这样就可以吃了。吃得出口感。你看底都很晶莹，很班上酥的耶，好香哦！好感動啊！我嘴巴流出來耶！我終於吃到了。底肉跟底肚，蘿蔔雞層皮啊，泡泡 QQ 的底肚跟牛含脆脆 Q 彈，而且肉質好甜哦。你要不要吃看？好啊。
讲口感。很好吃啊。接下來係個示範橄欖嘅料理方式，提前攞凍昂嘅魚骨太太，用夾嘅度士肉質吸盤嘅部位，包定沙布，用滾水燙過後，再用冷水來煸，切到切做合適落嘴嘅樣嘅。橄欖要按做整條，因為夾嘅肉質鮮甜又嫩，本人看做係海產之王。美而美嘅貼片成日嘅口感，喺日本料理要求千個嘅日記裡當中，都受到歡迎哦。哇，得了1點鐘嘅米，蛋香皮就好香哦，豆香哎，要做米香。那接下来我就醋我们先下一半，然后压的时候是个技巧，要怎么？轻轻的拨。哎，真的哎，一拨开来，马上里面就是一粒一粒的了。因为敲饭的时候不能让破坏那个米的它的完整度，所以我们通常都是用切的，先把它切开一部分以后，再倒第2次的醋，这样子它才会完全均匀。哇，这个加的醋的量也蛮多的。对，但是敲饭要动作要快。动作要快。要这样子把它切开。哎，那这个我可以试吗？可以啊，平平的切就可以。哦。可是你要快一点，因为这样的动作太慢。为什么我都切不开呀？因为我看还是我来用好了。親身體驗，才發現日本料理嘅學問暗層，但像係做飯，打破出都係學問。係嗰個飯要乾熟，用切攪嘅方式攪入圓圓嘅蒜絲，動作做唔得急，亦做唔得慢，飯就會均勻蒜絲，看起來盡量飽滿，粒粒分明。一開始我們就先用這個沾點手醋，然後拍一下，讓手均勻一下就好了。哦，然後用右手，魚是夾在我們的這個第2節這邊，然後趕快拿一坨飯，先用這2隻手指頭把飯往上推，然後轉成一個稍微圓形的動作。你怎麼轉的啊？好，這樣就好了，不要再轉了。對，然後把飯放在我們剛剛放的這個手指頭壓在這裡，對，然後把飯放下去，要有個弧度，手要有個弧度，這4隻手指頭往裡面彎，然後大拇指壓一下，讓空氣跑進去以後翻過來，然後再縮起來，然後再轉過來。那我看還是我做好了。好難哦！那個轉來轉去、捏來捏去，那個都好難哎。對，這是要有個技巧，因為魚肉不能在手上時間過久，所以你看我所有的動作都在手指的前面這一段，沒有碰到手掌。因為手指頭它這邊已經是屬於末梢的部位，所以溫度已經相對來講是最低的。可是如果長期碰觸它，它還是會有溫度，所以我們盡量在很快的時間就要讓壽司起來。你看啊，師傅等下捏米到整個弄好這個尼基利啊，我覺得前後不到5秒，對不對？對，我是沒算過，差不多了。對啊，非常快，很利落哎。對，這樣子才會保持那個握壽司的新鮮。談講到日本西亞嘅料理噶哈，最好位置最搶手就是吧台，對不對？對，食材上其實有它的時效性。那做吧台就是沒有時效性，馬上可以交給客人。啊，比如握壽司啊，他馬上現捏好，客人直接吃，那口感是最好的。真勁哦。對，或者是手卷啊，因為海苔接觸空氣的話，越久它就口感會越差，會軟掉。所以做吧台是最好的。哇，按多重哦，差不多有15種都要到15種在這邊哎。基本上應該每天都有20種。好，所以師傅你剛剛講愛好食的係冇？都選我喜歡吃的嘛，對不對？對。而且你看這麼近哎。這麼近，不到1公尺的距離吃這個最新鮮的，對不對？對。剛來食下嘅干貝的部分，你看龍盤的干貝哦，很肥美，這樣子。我看哦，你塞了下去加鹹皮豆，感覺至少上會有一層有焦香的味道。因為它本身的油脂散出來，經過烤過，很香。對，干貝就是一定要烤一下。那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烤個東西給你。哇，那青蒿給五了呢，直接大口咬下去。對，直接吃就可以。你看這樣拿到，哎，我太多話了，先吃再說。
有没有听到？它那个张坡鸭后尾海苔，还有因为烤过以后，它的香气跟它的脆度就会出来。你看哦，你刚搞第一，还有然后鸭，还有就整茶第二口开始，你就感觉到这个海苔啊，慢慢的跟着你手的温度，它开始变软了。对。含嘎嘎色追度你，它会粘嘴唇了，就是代表它开始晕退了，对不对？我说那个时间真的很重要。师傅，加出你也给日本料理啊，几度就会懂得日本精神都要到位的。可是你本身喺台北人啊，对呀，种日本料理的精神，你很用班来学习的嘞。我刚开始我也是没办法接受啊，因为比较年轻，那有些想法可能就会想要偷工减料或者省时间，那其实最后都是会被那个师傅骂得很惨。那被骂当下，当然通常都会心里不是很好受，当然会觉得莫名其妙为什么被骂，但是做到我们现在已经做了20几年，以后就会感受到原来以前他要求我们这样做有他的目的，我们现在做原来就是因为要这样做才好吃。因为这样的坚持跟原则，跟这样的好的态度下去做，我们才会做出跟人家不一样的东西。然后现在才会体会到。那我们现在在提备后进，也是希望用这种想法，告诉他们说，什么东西就是要这样做，好的东西就一定要坚持。这是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态度上的必须要一直学习的一个方向。对台北嘅发源地开始，庙嘅文化对小食饮食嘅特色，悄悄地被人带出来，一种一种嘅，上去菜天美食嘅翻作蛋糕，因为料理嘅人嘅热忱，对食物嘅坚持流传下来。等等专业嘅美食，接上咗嘅第三马蛋糕带出汉卡道嘅口味，就像苏太哥老爱分享嘅佛式精神。空地特点年纪里当中嘅滋味，谈谈数百种嘅文土，本意无平凡嘅美食情感，就算四季流转，共饮无期，同样本人情谊。台北人嘅美食，总系做得谈谈太石头来改变哦。石头改变，每几天嘅菜天人爱偷马介来食，每一面肉，你食到一个料理，咪就记得的两个石头。不过啊，天天国土商业化过后，料理咪变做係一種創意、秘密、然後精緻鹹油嘅飲食文化咧。料理人記下10年來，舒服的一個談呢，一種美食嘅堅持，家己都咪點點嘅空地，送一台記憶嘅秘密，一個精神就係台北美好嘅人文體驗之一咯。我記得料理就係一種情感嘅延續。下週好美食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日春雨水講人間，江浙要重現。春分過去，清明到後面愛哭谷一天。烈下小馬唔下線。夢中淚雨風思念，西瓜青甜，望你望太初年，苦漸漸。日秋處暑甜幾年，年年人團圓。日冬小雪十8夜，四季輪迴悠悠。